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，约珥书第2章第12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第46节到5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回转，我们也会谈到悔改。先知约拿曾经在与上帝辩论的时候说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我知道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不惩罚人。这是记载在约拿书第4章第2节的后半段，就是我们之前一再提醒的，上帝差派先知之言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要惩罚或是毁灭，而是为了要让人有机会回转悔改而得到上帝的救恩。如同先知约拿所说的，约珥先知也这样提醒以色列人说：上主说，即使现在你们仍然可以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诚心悔改，归向我。光撕裂衣服毫无用处，要诚心悲伤悔罪，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吧。他有恩典，充满怜恤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随时愿意饶恕。也许你们的上帝会改变主意，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你们，那时你们就能向他献上五谷美酒，在锡安山吹号角吧，宣布禁食，举行聚会，要召集民众，预备参加盛会，要扶老携幼，抱着婴儿，新婚夫妇也要走出新房。侍奉上主的祭司们要在祭坛和圣殿门廊之间哭泣祷告。上主求你可怜你的子民，不要让列国轻视我们，不要让他们嘲笑我们，说你们的上帝在哪里？约拿书中的尼尼微城的王呢，在约拿传了悔改的福音之后，他向人民这样说：或许上主你们的上帝会改变主意，相同的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你们，如同耶利米先知时代被掳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上帝透过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，这样子说道：以色列人将要在巴比伦住满70年之久，在70年之后就必得归回。我们也看到先知约珥这样说道：上主在关怀他的土地，怜悯他的子民。他回答他们：我要赐给你们五谷、美酒、橄榄油，你们将得满足，别国不再羞辱你们。我要使北方来的蝗虫远离你们，我要把他们赶到荒凉的地方，前队赶入死海，后队赶入地中海，他们的尸体臭气冲天，
由于他们加给你们的灾害，我要毁灭他们。土地啊，不要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上主为你们成就了大事。走兽啊，不要害怕，草场青翠碧绿，果树结实累累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再度出产佳果。上帝或许会恩待他们，是因为他们已经悔改了，他们回转向上帝，向上帝祈求怜悯，上帝才会转意收回他的怒气，将赦免之恩赐给了人们。耶稣基督回答门徒的提问这样说道：要饶恕人70个7次，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就是这样子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。如果我们诚心敬拜上帝，实意的爱主，走在上帝的正道上，那我们就必要得救。许多人习惯在逆境的时候感谢，在顺境的时候感谢，在逆境的时候埋怨，甚至有些人在顺境的时候也只看见自己的功劳，忘记了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必须要学习能够在顺境也赞美，在逆境也感谢，那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迷失了方向，走错的道路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所必须要学的一个功课是，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之下，都能够转向定睛向上帝。我们都要赞美上帝，我们也都要尊主为大。我们要学习玛利亚的态度，虽然她在面对极大的生命压力的时候，仍然赞美上帝。圣经记载路加福音第1章第46节到45节这样说道：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。从今以后，万民将称我为有福，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。他的名神圣，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，代代无穷。他伸出全能的手背，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计谋。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，他又抬举卑微的人，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，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，辅助他的仆人以色列。他顾念亚伯拉罕，向他大施仁慈，并且给予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如果我们学习玛利亚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，在逆境当中仍然愿意赞美荣耀上帝，诚心的尊主为大，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在生命的道路当中离上帝越来越远，才能够与上帝更亲近，更能够蒙福。诗篇65篇，上帝啊，我们应该在锡安颂赞你，
我们应该向你偿还所许的愿，因为你垂听祈求，人因犯罪都要来寻求你。我们的过犯击败我们，但你都赦免了。你所拣选带来住在圣所中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我们将饱尝你住处的美善，你圣殿的喜乐。上帝啊，你垂听了我们，给我们胜利。你用奇异的作为拯救我们。世上万民和天涯海角的人都信靠你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你以威力安定群山。你平静了海洋的怒嚎，浪涛的呼啸。你制止了万民的喧哗，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肃然起敬。从日出到日落之地，人都因你的作为欢呼。你看顾大地，降临与滋润，你使大地肥沃丰收。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，你使大地不断的生产五谷。你使耕地雨水充足，以水滋润土地。你降细雨使地松软，叫幼嫩的农作物生长。你赐福使年岁丰收，你足迹所及百物丰饶。牧场上牛羊成群，山岭间欢声载道。牛羊漫山遍野，谷物满坑满谷，万象欢呼高唱。慈爱怜悯恩典又有恩慈的上帝，谢谢你赐下赦免之恩，使我们有机会回转归回正道。感谢祈求靠主圣名，阿们。